大家好，我係路德會健身幼稚園嘅家長，咁我兩個小朋友咧都喺呢間幼稚園嗰度畢業嘅，咁細女咧就啱啱今年畢業，咁就而家啱啱升上小一嘅。佢升上小學之後咧，最令我驚喜嘅咧就係佢嗰份自律啦。佢每一日咧放學翻到屋企嘅時候咧，佢自己咧都會 set 好晒自己嘅流程。譬如放咗學之後啦，佢會自己主動俾手冊我睇啦，自己拎功課出嚟做好嘅功課咧都會主動叫我去幫佢檢查啊。咁我覺得咧，佢呢一份自律咧係源於過往嗰3年啦，喺呢間幼稚園嗰度咧有一個叫做自由玩嘅時間。咁咧喺呢個自由玩嘅時間咧，佢可以自主咁樣啦，去自己 set 咗佢嘅玩嘅流程啦，佢去安排自己嘅活動啦，咁樣樣，咁所以咧令到佢可以喺升上小學嘅時候保持住自律嘅精神。特別咧，我想提到咧，學校咧有一個係叫做唐詩之聲嘅活動。咁妹妹咧，除咗喺學校咧會將唐詩背俾林校長聽之外咧，佢咧竟然將嗰個背唐詩嘅習慣咧帶埋翻去屋企，同哥哥一齊玩，你一言我一語咁樣咧，就將啲唐詩咧記晒入腦，咁就令到佢哋咧嘅對中文嘅學習嘅興趣咧大大提升。